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啊，咱真正是真好，咱今日是零确诊，虽然昨有一个本土的这个案例啊，但是目前看起来体检拢是这个阴性吼，今日是本土零，咱讲境外移入有4个人吼，死亡嘛是0吼。另外咱嘛讲到即阵咱疫苗人口涵盖率已经要接近60%，是58.72%啦吼。完整住院2当下嘛要来个干219.13%。另外咧，陈时中今日伫立法院有宣布讲，按算后个月开始有大规模来讲的这个注射啦吼，年底要拼到60%是第2档的这个覆盖率咯。咱即阵头拄嘛讲到，第2档的这个覆盖率差不多是19.13%吼，有4成外爱来拍拼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啊，这个学生囡仔。住完 BNT 了后，发生着这个心肌炎，有这个 ECMO 在做治疗啦吼。啊嘛，因为这件代志，台北市长关文哲伊讲啥咧？伊讲哦，是毋是爱来照这个心电图来进行一寡这个剖胎？但是这可能吼，剖胎意义对公共卫生吼来去了解这个咱讲心跳这部分有帮助，但是针对着这个心肌炎这个部分吼，真正是完全无这个效益甲注意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有真侪专家来去做一寡这个批评吼。另外，咱嘛讲到吼，11月美国入境才有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吼，咱即阵也是这个 Green List， 意思就是绿色的这个通道，咱也伫咧这个表头顶啦吼。但是11月开始，住高端的吼，2社差不多咱伫台湾吼，差不多70几万人来住高端吼，是毋是影响因入去到美国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当好好来讨论吼。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要请节目顶3位老朋友啊，第一位咱要邀请台大流行病学甲预防医学所的这个教授陈秀熙教授，你好。伟明好，大家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成功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秉迪医师，你好。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医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咱头拄也听到讲吼，这回啦，咱是本土零确诊吼，但是咱国也受一寡吼，这个社区吼已经可能有一寡这个传落去的这个部分，但是对整个咱讲吼社区的这个部分也是无介大这个影响性。做来看，那今天的疫情的状况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有4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必须要采检的有118位。那目前已经采检的有113位，那阴性的有106位，那检验中的有7位，还有5位待采。BNT 的第1剂的部分，那符合资格的有117万人多人，那已经完成预约的有92万9千多人。那从今天的10点开始 ，AD 第2剂的部分。符合资格的有97万多人，完成预约的有66万4千多人。那有关第12期的部分，我们目前在针对 AD 的部分在等它进来。那另外我们在规划，就是也是要分流的预约啦。那目前进到最后阶段。是咱来关心到即阵注射这个部分哦，咱头拄也讲到吼，即阵已经来注价吼1800多万档啊吼，另外这个 AZ 已经超过1000万档啊，另外吼大家咧关心就是讲 Moderna 啦吼，这个部分嘛差不多要500万档吼，咱嘛有印象就是顶礼拜哦，咱家己买这个 Moderna 来100多万档吼，今日有一个消息是讲本地要公布12轮的这个 Moderna 这个部分，但是今日记者会头顶无宣布到这吼，有人讲是毋是虾米款的这个因素咧？但是爱搁较等一下吼，可能马仔就会出来。另外高端的这个部分，即阵已经来到129万档吼。另外 BioNTech 就是咱讲的这个 BNT 这个部分吼，180多万档吼。咱讲人口的这个涵盖率58.72%。另外吼，按档数来看吼，这个部分是77.85啦吼。安尼甲减起来，就是差不多要2成住过咱讲第2档下啦吼。安尼这个比率吼是要接近讲10月底，咱讲这个吼这个7成这个部分是咱讲第1档下涵盖率，第2档下涵盖率3成，已经要达标啊吼。所以今日陈时中伫咧立法院嘛发出着讲，年底第2档下我要接近60成吼。咱先来请教教授，安尼这个目标会对咱整个的这公共卫生来讲，还是讲咱社区的风险来讲，有啥物意义咧？当然，因为即马这Delta病毒在台湾其实已经控制了真好啦吼。咱过去这几波的流行，算总拢已经控制，大概医界也是这全面的努力啦吼，政府的努力。当然即马就是讲
昨咱嘛有看到，嘛是佫有一寡境外移入的个案嘛吼，所以即摆就是意思是讲，你的疫苗涵盖率吼愈悬的时阵吼，咱嘛开始会当甲一寡吼过去因讲的 NPI 啦吼，毋是口罩甲社交距离哦吼，是主要是关学校啦吼，而且学校开放啦吼，啊群聚场所开始迄个人数会增加嘛吼，啊这是欧美国家即摆大家的趋势嘛，包括新加坡你嘛看到，今仔日因咧机场遮嘛拢开始拢有做一寡。迄个境外迄个开放嘛，吼，那所以我是感觉这个疫苗施打的意义介重要。啊，伫台湾即摆目前的状况来讲，咱的疫情其实咱若是讲有口罩啊，社交距离若会当佫维持着，吼，其他的 NPI 甲拍开，吼，咱其实以即摆咱拍的疫苗60，吼，60甲第二剂甲年底是。对咱来讲的疫情是足大的帮忙吼，咱会当看到今日的成绩，这是重要吼。不过就是讲，这个是不是当达成2剂60%，这是一个挑战。OK， 这疫苗一定要有够。第二个就是讲，假使今日这个60%，第二剂也60%，第一剂我想可能拍到90拢无问题。OK， 嘿，但是第二剂要看60%，这就要看疫苗的供应。啊，若是佫有混打。策略吼，会当紧来用吼，因为过去咱嘛是咧讨论这，那可能达成率会佫较悬。是，因为 A 粒载体甲这个mRNA 疫苗来当混打吼，大家咧交错使用的时阵，疫苗就袂去受到限制。有影吼，当然，但是中今仔日按算哈，是讲甲咱注文哈，后个月开始会大规模来注射。即阵是10月嘛吼，代表讲可能疫苗这个速度会哪来哪紧。当然，这是政府这个乐观的看待咧。这个刘医师你安怎看咧？当然，就像陈教授讲的吼，咱希望当然咱甲这第2档的涵盖率愈悬是愈好啦吼。当然，以即马当部长来讲，希望到年底上无有60成，安尼当然是咱的目标啦吼。其实到这个目标，其实嘛是咱初期的目标，就是当初是咱咧针对这英国的变种病毒之阵，咱嘛希望讲上无要有5-6成的2档的涵盖率，安尼其实咱来开放较有一个意义啊，第二个嘛较安全嘛吼。一直到变做这个Delta印度的这个变种的病毒出来了，其实大家咧烦恼讲，是毋是爱愈害愈悬，爱到8成9成？不过这大家对这个时阵即马各国的专家嘛咧讲，可能卖家寄望讲9到8成9成，都一定有一个这个全体免疫的部分啦吼。所以就像拄则陈教授讲的，可能喙암这嘛是拢爱继续挂好调啦吼。当然即马就是讲，你若9到什么款的程度，是毋是到一寡特定的环境，还是这个条件之下，咱会当甲这个喙암摕掉，还是讲像讲即马咱开始开放讲一段环境吼，伊室外的部分，你讲一样伫山区，一样伫海边，是毋是会当家己摕掉的部分？这当然是后壁咱较会慢慢考虑的。是。当然即马过来就是因为咱这秋天、冬天，即马咱过来有一寡疫苗爱做的话，就爱看讲即马医疗的量能咧做的部分，要安怎去分配这个疫苗。是。第二个就是讲，即马来这个数目。咱要去分配，讲一寡是去注这第2档的，一寡是爱注第1档的，互伊分配互伊拄好，当然即马第1档要冲的量渐渐愈来愈少啦，即马就爱看讲来的这个量是毋是会当互伊去注第2档的，像咱大家咧烦恼讲一寡莫德纳。有一寡第2档的还袂注着，你若一直来拢是 AZ 啦，还是讲要来注 BNT 的，迄个人家咱分配去注第1档的，然后变做讲第1档一直继续冲好悬，有可能第2档就速度就会变较慢，所以这可能嘛要看到时来的费量是啥物。尤其咱台湾是4期疫苗咧注啦吼，所以这个分配量还是讲吼安怎去扎吼，其实拢爱遵照好势啦吼。咱讲即阵来莫德纳拢可能是注这个第2档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为 BNT 来这个速度也是讲量吼。规芳来的吼，真正是较济，拢是100万起跳的吼。虽然有当时也是这个20几万，但是配数来讲吼，拢是较较稳的吼。咱嘛看到讲10月这个过去是苏贞昌院长所讲，第1档写吼，咱要变到7成，第2档写是这个3成吼，这是10月底爱按的这个目标。但是中今日立法院这个质询吼，这个备询的这个时阵吼，伊就讲到。今年年底吼，6成是第2档的这个部分吼。当然咱头头嘛讲到疫苗来的这个速度量吼，还佫无共款，这疫苗安怎来去分配啦吼？是讲咱无共机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讲到6成吼，也是讲咱咧讨论7成甲3成这个时阵，都有人咧讲降级的这个可能性吼。有人是掠做10月中，即阵嘛差不多要10月中啊啦吼。甚至吼10月20这个卡头啊，今日记者会佫去互问到啦吼。咱来看到讲，这个真正2级要降1级，尤其咱讲社区界性较无风险嘛，降级的可能性，咱先来请林理事长。我想降级是应该爱考虑的代志啦吼，因为咱本土的迄个感染
其实少嘛。是。啊，咱主要是对境外入来的这部分较济嘛。这个部分来防止也好，咱国内本身的迄个感染的人真少嘛。是。所以你讲降级，当然降级是降级，但是可能咱上尾啊降的就是喙炎啦。OK。因为这个喙炎这个物件吼，讲实咱因为你要传染，就是经过鼻过喙嘛。是。啊，你若讲这个会当防止的好势，甚至你讲你无疫苗迄阵，咱嘛是拢靠这个喙炎在防止这个感染啊。啊，咱对这个病毒来讲，你讲要叫伊讲拢莫感染，我那有那困难。困难啦吼。我是想安尼讲啦，我是讲，咱哦莫想讲哦，咱什么人，咱什么国内的人拢袂当去袂使有感染，咱较来降级，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咱上重要代志就是讲，啊，我著互你感染就感染，啊，你若莫带伊，莫讲有啥物动静，莫死亡就好啊。咱想讲，我讲者，我做一个小儿科医生。我一世人嘛咧含看得病毒的人啊，啊感冒的人，什么流行感冒的人，就我长病毒说，逐项嘛病毒。是。啊，伊感染，咱较有讲为着讲伊无爱互伊感染，讲叫伊逐项代志拢爱什么喙炎挂条，什么手拢洗，拢袂使出门。出门拢爱一个面拢爱盖盖，无可能的代志。人的生活都毋是安尼啊。所以咱上条来讲，你着人的世间本来就是足侪病毒、足侪细菌都含咱做伙在生存啊。是。啊，咱上条就是讲，咱的免疫力有够。啊，咱得了病了，啊，就那感冒啊过啊，无爽快一过啊2-3天，啊就好去，就好啊。训练咱的免疫力。是。咱无可能讲拢叫你拢莫有感染，这是无可能的代志。OK。你若讲莫有免疫力，咱是讲一个人，比如讲，咱较早有一寡迄个先天吼，你完全无抵抗力的这个人。这种特别的人就对，伊一种。基因的迄个变化，啊，互伊完全拢无免疫力。迄人爱安怎生活？伊爱吼，那就一个太空舱爱扛起来呢，袂使含外口的迄个空气接触的，袂使，啥物物件拢爱过离开当输入来，无可能的，人都毋是安尼过啊。所以咱人的生活就是即个世间，咱含足者，咱除了咱人以外，咱有一寡动物、植物，有一寡病毒、细菌，拢爱含咱咧做伙。啊，咱含伊做伙，上着了，你看。咱免讲咱人啦，你看迄动物，你食迄垃圾物件，安尼食，啊因那拢袂破病。你有感觉无？是。狗啊啦、猪啊啦，什么鸟啊，凊彩食凊彩，伊拢无代志。早就甲伊共存。咱免讲人啦，咱免讲动物，咱讲人嘛好啦。你看住伫迄泰国，你看迄个河内面遐，是。迄垃圾贵啊，垃圾个印度嘛是安尼。迄垃圾个伊伫安尼，倒啊洗身躯，倒安尼淋来淋去，伊都拢无代志。迄个适应啊。OK。迄叫做适应啊，吼是。所以咱咧适应即个环境，你无可能讲完全住伫一个无细菌、无病毒的世界内。是。你上了就是讲，你住伫迄个环境内面，你莫有重病，安尼，啊你若感冒啊，有当时啊好。细菌啊，病毒 Q 一个无要紧啦，啊，你著一直好起来，安就好啊。是。哦啊，所以咱就是安尼过啦，咱毋是讲爱住伫迄，咱是迄无细菌的迄个世界内面，安尼是无可能的代志。有影，当然啦吼，咱嘛咧讲到即个注意放射了，有啥物即款的即状况，尤其咱讲大规模吼，即个9月时阵已经来做即个 BNT 的即个部分，尤其是学生囡仔即个族群吼。啊，咱头拄嘛讲到吼，即个学生囡仔有一位吼，即个女学生啦吼，伊是做完即个 BNT 了后，心肌炎吼，啊装着即个 ECMO， 咱嘛来看到讲，这是咱看到10月11号，即个早4点的即个时阵，即个 CDC 所公布的吼，即个不良事件的即个通报 BNT 即个部分啦吼，咱来看到是即个严重不良事件，差不多268件，是9月22到即个吼10月11所累积起来啦吼。啊，另外咱头拄也讲到吼，即个针对着学生囡仔哈，做 BNT 即个部分，特别来注意的即个部分，咱过去有讲过啊，但是针对着讲，到底你要第一当写，第二当写。吼，咱看到讲，因为有一寡即个不良事件，即个出现啦吼，所以大家即个观念可能嘛有开始咧做调整啊。咱先请即个秀熙教授啦吼，尤其美国即个数字安怎来去看咱台湾的即个部分咧？就即个BNT 拍的即个即个学龄即个迄个学生囡仔吼，其实即个数字咱其实。比国外较少啦。OK。因为国外就最近就是感觉 BNT 吼，伫以色列也好吼，也是伫美国加拿大吼，是，而且心肌炎拢有比过去较悬一点。OK。所以即个数字咱嘛爱想啦。啊，所以
足侪国家就开始咧想啦，因为特别是台湾的疫情，目前这疫情遮尔控制遮尔好，是毋是讲一定BNT 就是拢爱拍两剂，因为心肌炎伫即个两剂了后是较危险啦。这是国外嘛是安尼啦吼。阮是安尼的想法，就是建议就是讲，咱嘛是会当针对这拍一针的吼了后来想看卖讲是毋是这一针伫台湾目前他拄啊这理事长嘛有讲那。假使咱安尼防疫若顺啊，吼，咱是毋是真正一针就好，来看卖是毋是这样就会当保持咱的这个防疫的记录，安尼就好。因为毕竟，吼，我讲一个较小可较深的问题啦，吼，因为家长嘛会想嘛，咱即摆拢零个案嘛，你所以你出现一个心肌炎，我若伫咧做确诊，甲我话讲我看到。千几个案，甲看到即个心肌炎吼，迄个感觉是无共啦。所以咱嘛袂当讲家长咧考虑这，咱所以爱填同意书就是安尼嘛吼。所以，但是我的意思是讲疫苗嘛是足重要。是。既然拍一剂，若有保护，咱过去若嘛看到一剂加咱的喙炎。我是足同意讲刚才理事长，其实咱爱想一个代志，就是讲2020年咱是会惊新冠肺炎，但我无感觉2021年爱更加惊新冠肺炎，足简单的嘛。你今仔日有疫苗嘛？是啊。有开始有治疗药物，连口服的嘛拢出来嘛。所以流感毋是就是有疫苗甲克流感。所以咱是安怎搁爱去惊伊？所以对这个囡仔嘛是共款。其实囡仔老实讲，伊若讲伊若真正不幸讲哦感染一两个，其实伊。目前来看，拢是无症状的。OK， 所以我唔知对，我唔知讲吼，我嘛知影讲疫苗足重要，大家嘛小想要拍两剂啦。但是囡仔是毋是爱拍甲两剂？咱爱考虑，爱甲咱的临床的迄个医界的专家，搁大家搁讨论看卖。咱过去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心肌炎这个代志，确实。以今麦全球的趋势看来 ，BNT 确实有升高的趋势。OK， 莫德纳嘛有啦，莫德纳嘛 ，mRNA 拢有啦吼，尤其咱讲所以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吼，所以我感觉讲咱来审慎来考虑这个问题。有影啦吼，所以这个第一当时有做过吼，这个学生囡仔第二当时要搁做无吼，其实家长会当吼做一寡研究甲参考，其实头拄啊，这个教授嘛讲啊真清楚吼，差不多一当时就会使。尤其咱今日嘛看到广告部这个统计啦吼，学生囡仔这个族群吼，有治病吼，差不多甲这个二岁吼，这个大学这卡刀吼，差不多700外确诊，咱伫咧万外吼，差不多16000、17000遮吼，这个确诊的人数内底，学生囡仔占700外，然后所以比例算起来也无介吼真悬吼。但是咱嘛讲到，伊是轻症头还是无症头的，未去甲重症遮啦吼。所以咱讲虽然有做这个预防针，但是真正要做甲第二针无，头拄啊教授已经互咱一寡这个答案吼。尤其咱嘛看到讲心肌炎，头拄啊这个事件，那真正发生的时阵，大家会好好过去思考。尤其咱讲轻症甲未去甲重症，这是确诊这部分。但是你若惊到这个心肌炎，搁爱装着 ECMO 的这个时阵，都搁爱好好来考虑啊吧。确实啦吼，一般对咱来讲，就是讲，因为囡仔迄落伊愈少年的吼，小学生，其实伊也治病起来，其实大部分的轻症占大部分啦吼，甚至拢无镜头。伊讲顶一届迄个幼稚园迄届事件，都看会出来吼。当初是迄阵想要优先要甲因做，就是惊讲，因治病，即摆厝里的时大人拢还未做着预防针，有诶甚至阿公阿嬷拢还未做着。你若过来伊遮比例看起来，等少年的伊遮时大人拢做着啊，是阿公阿嬷拢做满啊。其实对因来讲，因无一定爱做甲满啊，就是讲，因为咱本来是惊是讲因互相传染的机会是比大人较大嘛，惊喙炎挂袂掉，惊卫生习惯较无遐好，所以较有这个风险。你若即摆讲，大家已经有做过一档啊，大部分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集体的这个抵抗力啦。大部分来讲，厝里人嘛拢做满啊，应该伫这方面就会当去考虑讲，是毋是一定爱做甲2档做好满啦吼。当然，尤其咱伫即届事件内底有看到一个学生囡仔因为治疗叫发生心肌炎，甚至爱装这个叶克膜的部分吼。当然，事后咱目前也毋知伊即摆进展到啥物款的程度。不过啊，以国外来看。真正因为心肌炎发生讲这死亡的个案，一般来讲，即嘛是会咱讲考是无啦。OK， 也是救会倒来啦。对，所以对咱来讲，这个个案是就要变做足重要的吼，是不是？变做讲后壁还佫追踪看卖伊即嘛急救啊，包括即嘛治疗的情形看安怎？是
一般来讲，当然这事件嘛是较奇怪啦吼，因为大部分对咱来看，较早的统计拢是查甫较济，第二个是第二档啦吼。是。啊，这是女性啊，查某囡仔啊，第二个是佫是第一档，就发生这个遮严重的代志。所以这一般可能爱佫去分析讲，到底是甲本真正是疫苗有关系，还是讲本身伊咧注射阵就一寡病毒的感染吼，因为一寡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本身就会当造成这个心肌炎的发生啊。所以这可能讲后壁要去做一个追踪啦，检查。但是咱嘛看来讲吼，因为这个案件来产生，也是讲吼心肌炎的这个部分，台北市长郭文德伊就讲吼，咱只有心电图啦吼，会让来去做一寡普筛。但是这款概念哇，这个意见嘛是，这个声音真侪啦，批评讲哇，郭市长你过去做这个郭教授的，哪会讲出这款的这话？咱来请教吼李市长，安怎看这回这个部分呢？咱要讲这个心电图，咱先来讲这个学生囡仔是安怎做这事啦吼。当然，学生囡你讲700几个吼，是毋是真正700几个？我想唔大啦，因为咱无讲逐个人啦，什么安怎着感冒啥凊彩着甲验嘛。OK。所以咱足侪案例实在是。轻镜头无去验。咱足侪案例是，譬如讲，我要出国啊，我要去病院检查，买病单啊，一定爱验，我才会当入去。迄阵去发现到。OK。所以足侪即个案例，包括最近即个囡仔的案例嘛是安尼。伊就是要检查身体，啊要做一个胃镜啥，开发现迄个老师啦，迄个有病的老师就是。所以咱台湾确实是唔大只的案例啊，但是表示讲，虽然有这个案例，但是当前的目前来讲，当前的单的真正足少，差不多是无你单一定会验的啦，你无可能单讲无咧验嘛。所以我即摆认为讲台湾即摆是安全是无对啦。啊，若讲境外即个迄个航空站这海关这巴士会着，会好势，会当迄个体检足好势，啊，咱国内目前是安全啦。OK。但是即个拍即个针引起的心脏发炎的代志吼，当然咱一定爱甲即个副作用甲真正的作用来称看卖，看对点较重啦。比如讲你自然感染，是毋是真正有的人会得着心肌炎啦，迄个心包膜炎迄代志，嘛爱考虑呢。是。有囡仔开始嘛有自然感染，即个嘛有可能引起即个心脏发炎的代志，嘛是有可能的代志。所以你自然感染引起的比例，确实是比疫苗引起的较济嘛。所以有当时爱考虑即个代志。OK。啊，当然你讲郭市长讲要甲做什么心电图的，我想伊是要讲在研究。但是这个有意义无意义啦。OK。你事前要做进前，你甲做一个心电图，你是讲这个人本身自进前是毋是心脏是正常的？啊，资料你讲要甲验看，搁做一个心电图。你要资料要甲做一个心电图，你这个心电图是安怎做？你若讲甲来做几分钟的心电图，有啥物意义？哦。因为你发生心脏发炎，你是差不多一礼拜内面就发生，你甲我都甲测一礼拜。无可能嘛？无可能啊！除非你有一个办法，就讲斗一个叫24小时的心电图，扎在身躯。是。我甲扎一礼拜。扎一礼拜，我看你一礼拜内面有当时。你心脏黑白乱跳，跳到紧，跳到慢，安怎黑白跳？哦，我发现你会当做这个研究。是。你若讲家要做一个1分钟、2分钟的心电图，你当时要做？无意义啦吼。你无啥意义，你是资料偌久要做？你学生囡仔唔免读册哦。你叫伊做心电图，拢免了时间啦。排队搁遐做，你有法度做无？你若有熬，你就一个当拢甲斗一个叫做。24小时监察的迄个心电图，你甲炸掉嘛？你甲炸一礼拜，你看这礼拜来当时会发生啥问题？啊，你做这个研究，我感觉你这个温州论文会当导你世界级的迄个论文的迄个咱杂志内面。是。对，所以你看你要安怎做啦？啊，当然伊是想要做这个研究啦。哦，啊，这个研究讲实在，你对学生囝有效果无效果啦？我讲你若无法度做24小时的，你干来咧做这个，我当时。资料你是要1工了要来做，2工了要来做，还是3工1礼拜来做？啊，你做迄个1-2分钟心电图做1-2分钟尔，你干来测迄个1-2分钟的心电图尔，有啥物意义 ？OK， 对无？无啥物意义啦。有当时伊当时今仔日做无，明仔载来发生心肌炎、心包膜炎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是。所以我讲你若要做，你就24小时伊甲做嘛。是。你若我做，你就做24小时，大家人拢排一个迄个心电图测24小时，啊，我来讲你熬。
有影啦吼，尤其伊讲要做的时阵是这个事先吼去测啦吼，买手遮观察伊拢无讲到吼，所以遮会防批评，尤其咱讲吼注预防写落去，会致使到这个心包膜炎嘛、心肌炎这个影响，其实甲一般的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关系吼较少啦吼，也是较无关系啦。咱继续请教教授安怎看？是啦，因为我想这个头拄啊李署长讲得足好啦，就当然伫公共卫生的观点来看吼，要做这种普筛吼，成本嘛伤悬啦。因为这你讲你大家事情要做出来要做吼，是。其实到即马，你像莫讲囡仔啦，你像成人即马嘛无除非健检，啊无时阵你普通你要甲做弄做心电图来做心脏的筛检吼，嘛毋是安尼做，因为心脏筛检、心脏病的筛检嘛有足侪其他的吼，比如说你会当用这其他的迄个化验指标来做，所以这伊有足侪方法来做，所以这是这甲迄是有一点仔分别啦。我是感觉讲，这代志当然柯市长伊是好，我想伊是生意想要来防止这个心肌炎啦。是。但是这个物件可能安尼做，在经济评估上面可能嘛是一种考量。所以要用到方式啦吼，继续请教刘医师啦吼，这件代志吼开钱了后咧。因为诊断心肌炎，毋是讲靠一个心电图的变化，就来诊断讲有心肌炎啦吼。你若讲大家自进前一个有一个心电图的这个资料，有时间变做一个基础资料啦，就是讲你若真正无爽快，咱通摕来比对讲，心脏这个心跳啥变化了。如果你若真正要诊断，包括常咱咧讲心脏有检查有三宝嘛吼，这就是心电图，这就是心肌酵素爱抽血哦。第三个就是爱做心脏的那个超音波来看嘛。是。所以有当时啊，伊爱配合去做检查啦，第二个就是讲，你连要做心电图的时阵，其实上好是你要有镜头的时阵啦，就是讲，就像拄则李署长讲的，你即摆是要第一工做、第二工做还是第三工做？虽然讲证据来看起来，大部分拢发生是第一礼拜，不过你嘛无可能逐工去家摕来做嘛。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变做讲，其实是上好是都好，你讲你即摆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心电图会当比对。到时阵你真正讲有镜头阵，即摆人搁做第二张的心电图阵，较会当有比对的意义啦。不过这时阵大部分是以诊断来讲啊啦，毋是来做一个体检，嘛是做一个这个研究大型的研究来看啦吼。因为我是感觉安尼就变做意义性的较少啦，因为你变做讲，我做出来好啊，我即摆做这1万个学生囡仔做出来心电图拢无啥变化，还是讲做出来有变化，问题是你后壁要安怎处理？你敢有可能讲这个人只要有一点仔变化，我就甲伊提去做心脏超音波，还是心脏的这个抽血检查？这后壁拢是爱去考虑的物件。是啦吼，就是讲你要做这个心电图，伊的这个意义甲注预防下会治疗这个心肌炎的意义是完全无相共的吼。虽然有伫诊断上这个意义嘛是无共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自咱的这个学生囡仔注预防下，伊所代表的这个意义，注第一当下还是注第二当下，拢无共款的zan处的这个分别吼。即阵咱嘛讲到疫情真正较松透啊，所以咱讲有诶这个专家嘛建议讲，为着要避免到这个心肌炎这部分，注第一当下都会使吼，避免到第二当下迄个数字欠管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讲到即阵社区啦吼，应该是较无这个病例，虽然有一寡这个个案略略会这个走出来吼，但是专家嘛拢认为讲吼，这个社区烧的这个可能性嘛拢较降低啊吼。虽然有一寡这个浪旁的这个所在，但是咱防疫也算做得袂歹。专家安怎看？咱先做来看。一个住伫新北市，伫大包某一间幼稚园教册老师确诊，目前科内接触者老师甲学生拢总42个人，包括家属居家隔离80个人。这个老师有接触到的2个班级，停课14天。幼稚园今仔日预防性停课1天。当时的判断认为这是旧案，然后传染力不强的话呢，停课的天数就不用太长。幼稚园干那停课1天，敢会造成防疫空窗？几位医师认为讲，要是等指挥中心下晡公布 PCR 甲抗体检测的结果，地方才看要安怎处理。因为这个老师5月底有家扫，有做过1档莫德纳疫苗，这个月初9采检阳性，初10转阴性，11佫转做阳性确诊。医师周碧谦讲，台湾未来会有愈来愈侪本身无法度甲病毒压落来，有当时阴性，有当时阳性的患者。是否要继续定期的一些病毒检验，或甚至说尽快完成疫苗的一个有效注射，拉大综合抗体，这可能是未来的公卫政策要去考量的一个局面。初9一个1岁查某囡仔甲因兜的人确诊，根据验出来抗体，指挥中心研判是顶一批本土疫情留落来旧案件。医师李炳英讲，是要搁一摆提醒大家，社区内底一直拢有不明感染源的事实。
从去年的经验到现在，我想最主要还是循着我们原来防疫的那个政策去走，针对疑似的个案，加强警觉，多做一些那个新冠的检验。李炳勇认为讲，在确诊几啊天了后，佫出现确诊者，伊袂感觉意外。进前社区卫团的规模真大，所以也是爱较免测的，除非社区佫标出大规模的感染，若无目前是无需要做预防性的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是咧，头拄讲吼，毋免做这个大规模预防性的这个体检吼，但是咱头拄嘛听到讲吼，这个中和抗体爱去监测啦吼，这代表意义是啥物？咱先请这个教授来甲咱说明一下。对，因为即马咱过去迄个血清抗体主要是想要了解伊的感染嘛，即马佫无讲，伊拍疫苗，所以拍疫苗你嘛知每一种疫苗伊的中和抗体也无讲，因为咱有两种啊，一种是抗体，啊一种是按咱 T cell 来免疫的，像 A 粒就是在，所以你即马这有当时啊，伊有综合抗体吼，有当时啊爱去监督啦，但是有当时啊来讲，伊有抗体，也无可能，咱今日讲的就是预防突破性感染，就是疫苗的突破性感染。那一剂头就22% Delta，啊那两剂头就7%啦。是，所以你看今日这新加坡是安怎拍到80，还佫有疫情佫起哩。这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疫苗突破性感染。OK， 像这种例子都是有可能。不过我会甲大概报告就是讲，因为伊的 CT 值拢大部分关起来。其实伊较重要就是伊的 CT 值咧低的时阵。伊就是有传染无？但是你若有传染，照你讲，迄边的大爆发，但是若是无的，就是台湾咱大概看到这，就是咱因为咱喙安多有病，所以很多人讲是安怎喙安来留的上尾较来解除，就是这个就是正个，因为你看到伊悬，伊 CT 值悬，病毒量低，其实伊头前病毒量是悬的。是啊，CT 低，但是迄个时阵伊无法度感染造成传染，就是因为咱的这个防疫线做了好嘛。所以大家也免想会烦恼，因为这种案例吼，可能愈来愈多，因为咱现在要出国啊，要去做内视镜吼，伊就会甲抓出来嘛。大概这种拢差不多 CT 值拢差不多30、35啦。所以对社区的传播力来讲吼，已经无有啥物影响啦。你知？所以大家吼，莫看到这就刚才讲啊，你若讲真正要有当时要防止吼，有一种案例就是。伊可能21天了，可能的病毒量突然间都清管起来，差不多Delta病毒内底占差不多1%到5%，是，迄种就是指甲快筛掠出来。OK， 其实咱指甲快筛主要就是还是指甲快筛，主要是掠这种高病毒量，会突然跳起来这种的。是，所以这种老实讲，你若掠会到，安尼更较厉害，但是这种万一若去留去，其实伊经过一段时间。伊嘛是好奇，伊可能嘛无一定会造成社区的群聚感染，所以咱一直即马希望甲病毒共存伫台湾，特别是安尼啦。OK， 所以咱喙炎大条的，其他咱慢慢甲拍开。我头先讲的，因为咱的 NPI 毋是干那口罩，咱佫有学校，还有群聚公共场所遮，这拢要慢慢拍开。有影啦吼，安尼民生吼较会起来啦。是，佫有就是医疗吼，爱经过伊等去看病。咱当然咱流感是降低，但是咱的癌症、慢性病加欠管哦。毋是讲欠管，是因为咧疫情中伊无来看病啊。咱即马无法度评估这个人到底是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这真重要。是来回复啊，只是咱嘛看到讲吼，顶回这个新北市这个 UGN 的这代志，虽然咱嘛掠着讲吼有一寡这埃及的这个案例，但是好你加在啦吼，还是讲咱 NPI 真正做了是也袂歹啦吼。啊，验出来这病毒量拢是较悬的这个时阵，对社区啊，头拄啊，咱这个秀熙教授所讲的。较真正无影响哈，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世界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吼，大家拢咧开放的这个时阵哈，咱嘛看到讲全球这个疫情吼上新的这个状况，澳洲吼 Australia 即阵吼10月12日嘛宣布着解封吼，结束着106天的这个封城，民众会当自由入去到这个咖啡厅吼、健身房、等等这餐厅甲这个公众场所，因全国吼做完2当下这个比例超过5成。另外10月初开始，新加坡嘛吼开放着国境吼，在美国完整做完2当下。你都毋免隔离啦吼，因为总理嘛呼吁着国民讲，哇，甲病毒来去共存啊吼，这是真重要一个概念。另外吼，包括国家追求这个零确诊吼，3至6月要回到一个新的这个常态啦吼。纽西兰这个部分真正嘛是放弃清零吼，过去嘛咱有看到讲，哦，纽西兰遮吼，就是若是有一个确诊，因就是规个这个封城，但是封了嘛是无作用吼，所以因即阵嘛10月初6开始吼，嘛分3阶段来解封啦。
互我若是这个群组吼，这个超过10人啦吼，还是讲这个拢各来开放，有这嘛中心来开放嘛开放着。一寡这个娱乐受限的这个措施，啊9月30，咱嘛看到讲吼，这是日本的这部分，因已经解除掉啊紧急事态这个宣言，所以咱看即阵全球的这个变化，拢已经开始吼，甲这个病毒要好好来应用，咱台湾真正状况是袂歹啦吼，继续请教刘医师。不过其实你也真足甲看落来吼，会当较放心去讲甲病毒共存的国家嘛无侪国家吼。嘿，啊大部分拢2档拢主要5成，上无爱5成以上啦吼。所以我相信这嘛是咱国家目前即摆的目标啦。你若讲即摆已经5档以上，其实咱就会当先看这个国家开放了的情形安怎，啊是毋是真正咱会当合理去甲伊共存？啊共存的方式是安怎？是毋是讲喙炎只要咱挂掉的大部分的生活活动、民生的活动拢会当照常？啊，我是讲啊，这是咱目前第一个目标啦。啊，你若讲看落去讲，即个因甚至连喙炎摕掉拢无要紧啦。啊，当然咱伫喙炎这个政策，可能伫你若讲伫即个外口室外的部分，是毋是当开放搁互搁较开放？即咱就当依照因的经验，咱会当去做一个调整。我相信这是变做后壁的公卫的政策内底，咱就会当参考因遮的政策来去做一个上好的即个方式。有影上大的重点就是你第2档车做偌济吼，咱来看另外一个失败案例是这个罗西亚这部分哦，做完2档车差不多31.3，虽然比咱台湾较好吼，这个第2档车这个注射率，但是因疫情无法度控制，就是吼主要的半你就开始要开放了吼。继续来个请教这个林秘书啦吼，咱规个来看讲解封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状况，当然有的国家伊是吼。徛较好诶，啊，伊做诶预防方式嘛是这个国际认证，毋是讲这罗西亚家己做诶这个Sputnik 吼，即款诶这个预防式啦吼，所以预防式嘛是有差呢。我想说我这个代志吼，因是安怎会个疫情歹控制啊？因为疫苗本身就毋是讲真好诶疫苗啊，一方面啦吼。是。啊，第2方面当然伊2剂做诶较31.3% 尔。所以因迄个。也无讲有够，无讲真有够，因为普通咱普通是讲起，你看你若讲做2针，你搁互你钓着，你虽然有病毒，但是你普通是无啥症头，啊无就足轻的症头。第3内面咧死亡率搁足悬的，所以表示讲因这疫苗效果可能也无好啦。啊一方面2剂做的人也无遐济，所以伊死亡率搁遐济人就是安尼。啊无你看咱足济迄个国外入来这个旅客，你看。咱足侪验出来，虽然是有病毒，但是足侪拢无症头啊。伊都虽然做2剂，但是伊都无症头，啊都有验有病毒，啊有病毒落安那嘛无要紧啊。讲实在，咱的喙吼，咱的鼻仔内面哦，有足侪病毒啦、细菌啊，足侪有啦足侪，咱这内面哦有呢，病毒较少啦，细菌较侪啦。细菌较侪。啊有一寡病毒嘛会伫咱的脑内面，所以但是拄着会验着啦。啊，所以我讲，咱这个大的世界，但毋是无病毒、无细菌的世界啊。所以咱普通是安尼，咱爱有一定的免疫力。啊，这个免疫力，咱若讲无靠疫苗，咱的免疫力较弱啦。就咱是讲，咱对细汉较大汉，你看你爱做偌济疫苗？有影，这个对细汉开始什么乙型肝炎、什么5合1啊、什么肺炎的迄个疫苗啦。什么大堆疫苗，什么出片的疫苗啦，水煮的疫苗，你看你做偌济？日本脑的疫苗，是，咱就是靠这个，把咱的公共卫生做较好势，做较好势了，煞还小儿科要倒大去，是安尼啊。因为你公共卫生做好，大家就袂陪破病，啊，佮互你得病，啊，较轻啦。OK。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所以咱即摆是咧靠疫苗，互咱的免疫力会当提悬。啊，提悬了，咱就讲啊，佮互你得着。你嘛是轻症，OK， 安尼就好啊啦。有影，袂当要求伤完美啦。有影啦。你若要求伤完满的迄个，你无法度，你为着安尼吼，你经济吼，拢无法度开放啦吼。拢大家拢毋免做生意啊，足侪人拢毋免做生意啊。有影。所以咱的目标应该毋是讲清零，咱一定是要甲病毒共存。啊，甲病毒共存，咱已经甲病毒共存。几啊世纪啊，自从人类以来，可能咱就和病毒共存啊。是啊。只不过是这个武汉肺炎是一个新的病毒，咱那个未习惯，未惯势啊。有影。咱那个无够惯势，咱若有一天惯势啊，就准拄好伊啊。是。用下注啊，药啊，目前吼虽然是无讲足好的药啊在就市，但是将来一定是有这个药啊出来。是。用下该做啊，药啊该传便便啊。啊，你要搁安怎？就是安尼尔，病毒也未消失啦。是，所以咱
甲病毒共存是本来就是现实的代志啊。OK。过去咱就是安尼咧做啊，即摆嘛是安尼做啊。我较早讲几啊摆，认为会当消灭的病毒，就差不多加天花即个病毒尔，啊其他作者还搁低的啊，还搁低的就较少尔啦，较少尔，还搁低的啊。OK。所以你要讲完全清零，我是讲啊，免遐想到遐完美啦。咱想讲吼，咱就是讲卖有，我来讲卖有住院的重症的死亡，安就好啊。有影啦吼。啊，特别那感冒，咱哪是安尼得一个感冒啊，倒一两工啊，无爽快啊，咱请一工的假，甚至毋免请假，干啦一个拍假像流鼻水流疼，你嘛是咧照常上班啊。哦，安尼就好啊。是。安尼咱就是人为咧过生活啊。OK， 所以。毋是讲活伫无细菌、无病毒的世界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全球一定咧调整着吼，大家这个防疫这个政策甲概念啊吼。啊，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澳洲啊，是这个吼悉尼这个部分吼，拢嘛是疫苗注射了7成，啊嘛宣布着这解封。来先看因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安怎，做来看。澳洲雪梨半暝一觉，民众庆祝这一期总算结束将近4个月封城，酒吧外口已经民众咧等，就是为着甲亲戚朋友啉一杯半暝的秘鲁。It's just so delicious.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gulp for 108 days. 突然健身房也重新对外开放，欢迎完整做疫苗人来运动。I'm in a gym again. The right equipment. Love it. 新南威尔斯省10大会议上已经做2剂疫苗人口有74%，当局宣布放定限制，服业者应在限制人数情形之下营业。进入特定场所的时阵，只要提出做疫苗证明，就应入去。It's not a free for all. It is opening up in a measured way. And if everyone can look after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we can get people back into work. We can get businesses open,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people safe. 不过，省长也强调，解封无代表疫情结束，因为附近昆士兰省疫苗注射率是52%，目前也在封城状态。澳洲总理莫里森计划为11月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生活，开放边境。另外，无注疫苗的人都要踮在厝内，一直到12月7日。Sekali lagi saya nak maklumkan, saya mengumumkan bahawa rentas negeri dibena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Kebenaran ini.Kebebasan ini akan bermula pada hari besok. 高速公路顶管车开始变多，继9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恢复跨州移动，主要是因为国内目前9成的成年人拢已经完整做疫苗，当然公民出国也不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观光旅宿业者希望早日迎接更较侪旅客。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有影吼，咱看到讲全球人咧开放吼，即个观光也好，旅宿业者吼，嘛真正望讲咱会当迎来吼无共款国家的即个民众吼。啊，当然大家真关心就是咱这高端到底当去偌济国家吼，咱看到讲普拉吼，这是对咱较好的一个国家啦吼。另外，这个以色列嘛开放着这个高端。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高端的这个部分，还有 New Zealand 吼，纽西兰这个部分，你只要完整住过2当下，咱等下再来看迄个数字，到底高端即阵偌济人来住啦吼。印尼吼嘛是开放着咱的这个高端啦吼。啊，另外咱上关心的这个美国，11月开始吼完整吼，你来住过2当下，所以今仔这个有一寡这个大家就讲笑亏啦吼。你若是要去美国，你也袂住完2当下吼，咱台湾还有差不多咱头讲的19%外是住过2当吼。你要去美国趁即阵，啊，你若住高端的吼，趁11月紧去啦吼。这是人来讲笑亏，但是吼这代表是啥物款的这部分呢？尤其咱讲美国到底咱是毋是？虽然咱是长久以来是红列做是 Green List 吼绿色的这个通道的这个咱这个部分吼，但是中央讲爱搁拍拼，爱互这个高端这支车会当互美国伫咧入境的这个时阵来去认证吼，这咱先来请教陈教授安怎看？是啦，我想这个高端的疫苗吼，伫迄个纽西兰甲这拢有承认是真好的代志。但是我也是感觉讲高端吼，伊应该爱紧甲这个打完一剂的这个抗体综合浓度的吼报告提出来，报告爱提出来吼。是继续甲这个科学证据吼，第2期做的吼，看会当继续甲验证。安尼对其他国家吼，包括这个
欧洲美国这些国家吼，慢慢开始承认吼，这我感觉伊还阁去努力啦吼，甲医界才大家爱甲做伙努力吼，啊无的时阵，这证据伊嘛是拢看科学证据嘛，那我相信讲有效的疫苗，科学证据自然会证明。OK。啊，当然咱 EUA 通过嘛，是因为科学的原因互伊通过，所以这就是桥接嘛吼。OK。但是伊要继续搁持续的努力啦吼。啊，我是讲这个其实。欧洲、美国好啦，其实伊渐渐会甲这 NPI 吼慢慢远离啊，啊嘴暗面嘛歹大啊，所以伊对疫苗啊甲这个检测的通行证明是足重要的，所以咱来对，咱来及早准备啊。台湾伫遮智慧医疗甲这个智慧迄个人工智慧吼，伫这方面吼很容易甲上 APP 了，甲全世界做接轨啦。所以我感觉咱嘛爱开始准备吼，对于国际的认证、免疫认证、检测认证这，吼咱若有伫遮做过证明，咱是毋是让甲全世界接通？啊，也是咱的疫苗拍过的吼，让承认吼，咱这个黄卡伫病院拢会当换嘛吼，但是这就是讲啊你。这就是讲一种证明啊，一种迄种流通嘛，这一定会安尼啦吼。即摆就是讲第二剂紧要拍吼，所以为什么今仔日迄个指挥中心会讲拍到60%？嘛，这其实就是表示讲有决心想要甲大门开始想要拍开啦。这就是我讲一种迄个象征性的指标啦，大家安尼解读啦。所以咱来拍拼疫苗紧落入来，人来做。啊，我头拄我嘛讲，医界其实嘛讲过足侪遍，这那假使今仔日讲要拍60%，会当混打还是啥吼？咱嘛无客气甲伊支持啦吼。其实我感觉讲，你想混打。咱的医疗人员是毋是都嘛有混打？啊，迄证据就伫遐啊，证据遐啊，拍起来嘛效果袂歹嘛。所以其实我是希望迄个执政者啊、决策者这点吼，会当较紧吼，因为咱医疗人员看起来拍了袂歹，咱就应该支持，这是我的意见。安尼大家较会当出国去啦。有影吼，大家想要出国，咱头拄也嘛讲迄个笑亏啦吼，就是咱讲11月，你若真正要去美国的这个部分吼。11月吼进前吼刷紧去啦吼，但是咱看讲吼到底住过2档社，咱头拄也算过吼，比例差不多是19%变2成吼。即阵住过2档社差不多是448万吼，等于讲你若是要去美国的这个话，11月进前你就紧去，11月了后你若是还要住过2档社，尤其高端的这个部分吼。但是高端的这个部分，今仔陈时中嘛伫这个会来讲啦吼，这个立法院内底，伊就讲到吼会继续来拍拼，但是这头拄亲像这个陈教授所讲的，你的这个吼数字，咱讲即阵是互 EUA 尔，你伫其他的这个所在做这个 bridging 的这个部分，咱全球也无吼讲哦，全球有一寡吼这个欧盟这个部分，也是讲有一寡所在是承认的，但是美国遮伊即阵也是要看讲你是认证过 FDA 也好。WHO 也好啦吼，所以伫咧即地有啥物会当建议咱的即个吼指挥中心，也是讲高端呢，你即阵做2档社的，我搁互你做其他的 mRNA 认证、AZ 认证，安尼敢会通？因为即摆你也要认证嘛，是你爱伊符合伊的条件的2档啦，所以你也讲高端的补一档讲，哎，你做 AZ 也是做一个 BNT， 迄嘛是无够2档，嘛是无效啊。所以一般来讲，其实我是感觉，我同意陈教授讲的，就是讲你高端应该提出更较侪科学证据，其实互其他国家看就会使啊。当然，即摆伊可能有咧拍拼咧做第3期的研究啦，吼。不过当然有可能有一寡国家。伊也家己有发展即个用即个免疫交接的部分的疫苗，有可能伊伫接受的部分，伊接受度会较悬啦。啊，尤其伊也讲家己即个国家家己本身就产生一寡疫苗，家己有咧做疫苗的国家，伊当然伫即个方面会当接受其他的国家用即个方式来同意伊的成立啦吼。毋过当然你也有其他国家，伊是本身来讲，伊家己保护政策的，也是讲伊惊伊讲即个疫苗的过程中，你也因为你保护力无好，伤侪人入来遮观光，叫造成因内底即个群聚的感染，当然造成因即个感染无得控制，当然这嘛是因一个担忧嘛。所以对这个部分，我是感觉高端伊其实已经嘛做一站嘛，我相信嘛已经真侪人已经拢做过2剂啊。其实伫这个部分，伊会当提出更加侪的证明，互人互即个其他国家看。啊，当然即个第3期的部分，当然咱期待嘛讲伊也已经其他的国家已经有通过讲伊会当去做第3期啊，咱就要如期的完成，啊，紧提早甲分析起来报告，互其他国家，尤其美国、欧洲、澳洲遮较侪人会去的大国家，因来当承认，其他国家嘛对咧承认的机会会较大啦。是，虽然咱即阵看到吼，纽西兰认定啊，印尼认定啊，葡萄认定啊，以色列认定啊，大家爱去的日本，无甲你认定，美国。未来11月时阵，可能爱搁争拼一个，继续搁请教林秘书。
问题啦，因为美国其实你看美国本身吼，伊本来对伊的药品就拢创严。你看美国的 FDA 通过的代志，但是台湾就直接就采用啊，就采用啊，所以因算是较严格对药品啊，对什么物件拢较严格的管制的国家啦。所以咱台湾讲在高端到底是会当和其他国家承认无，就决定一个因素来讲，你3期有做无 ？OK。其实伊即摆已经咧做啊啦，这个3期若做的成绩袂歹，是，你听好就甲这个结果吼报告提吼美国讲，阮都做了袂歹，你爱承认我，互阮会当做两剂人会当入你的国家，毋免佮做什么特别的检查，什么验什么代志，这自然就会当入去。吼，安尼也是一个上好的办法啦。因为你看欧盟啦、哥伦比亚甲巴拉圭拢已经咧高端已经拢咧做啊。是。你若讲其中一个做了袂歹你就先去甲申请嘛。你若申请了，伊就讲你这3期若做了袂歹确实住的人就袂去感染着，安尼就是足好的报告，安尼就会当甲迄个互其他国家承认。目前有一寡国家已经承认嘛，就是讲，伊就是讲你虽然是第2期，但是你治了中合成的抗体足悬的。咁啊，伊这个是个中合成的抗体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讲，就是这个抗体若有会当生成，会当阻止这病毒你感染你的身躯嘛。所以这真重要。当然伊若咁要求较悬的，就是一个3期嘛。3期就是讲，我治了，你就真正袂感染，而且真实的世界里面的实验嘛。咱唔免讲管抗体什么抗体外悬，什么细胞性的抗体对抗力外悬，咱唔免管迄。你随上做的都袂感染，就是一个上好的证据啊！你逐项物件拢卖验，就拢嘛无要紧啊。是。你若讲干来要验抗体，当然有一寡国家有当时会想东想西来讲你都无你就3期做较来讲。目前咱佫考虑一个讲是咱台湾一个小国家，有当时咱虽然产品袂歹吼，别国要甲伊承认，有当时佫看过。今仔若讲高端是美国做的。我想要做一个国家做啥来甲伊承认？咱迄当阵拢讲是甲这个美国共宗的啦，但是 NIH 美国毋是完全拢美国啊。今仔若是美国这个大国，伊今仔做出来讲第2期，安尼伊家己承认吗？你看其他国家会甲承认无？会啊，因为伊大国啊，伊人会较尊重啊。咱台湾当然有当时甲你看较袂遐重啦，就是无遐多的代志啊。所以你着爱证据更较重。人才会甲伊承认嘛？证据其实应该是爱真有把握，尤其咱讲吼，虽然伫咧欧盟遮做这个第3期哥伦比亚这个巴拉圭遮啦吼，但是咱台湾这个普，咱的普真大呢。咱第2期车吼，即阵嘛做55万吨安尼，所以代表讲咱这个有去好好追踪无？这是一个大重点吧，教授？是啦，这就是我头先讲的，除了第3期的临床试验吼，来做了，这就是讲你高端的抗体综合浓度，甲原来伊做的第2期嘛，吼，那目前阮调的就是安尼，就是讲你 AD，吼，你的 AD 莫德拉，吼，伊拢真稳定嘛，高端就伫个莫德拉会卡1点仔尔，吼，伫 AD 顶悬，吼，这就是咱讲，但是爱搁较侪证据去证实，这个国家慢慢会当接受。是，毕竟来讲啦，要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伫台湾是无可能，台湾就无疫情啦，吼，唯一一个可能啦，是，吼，就是伊家己去想，就是利用境外移入入来。哦，咱若会当讲有个人，你著拍高端，吼，你互伊出去外口，吼，转来。这款讲过足侪遍啦，但是这毋是政府应该爱帮伊想的。伊既然伊是一个制造厂商，伊爱替全国的人民想讲这是国产疫苗，所以过去咱嘛讲国家疫苗团队就是咧做看到林医师，其实咱是会当做啦，但是问题是讲伊爱去想，当然伊即马找到这个很多这个李署长讲的其他所在来做，嘛是一种解套的方法嘛。但是这第3期临床试验，我想很多李署长讲到重点啦。欧洲的国家甲美国这种对 FDA 要求足大，你无第3期临床试验，对因来讲就是因一种考验啦。OK， 但是头拄教授讲着吼，你是讲住过两当下的这个人叫伊出国，譬如讲即阵咱讲印尼遮肯定着这个高端啊人口啊，叫伊出去啊，搁转来安尼意思嘛？因为你出去外口是危险的，台湾是清气的，外口是危险的，所以你若泡高端有效。转来若较袂去互感染，安尼表示高端，这就是伊头拄仔讲的第3期临床试验啦。所以有当时有个人愿意
要做这，咱就互伊去做。其实咱讲过足侪遍，吼，所以因为国外甲即摆佫足侪国家，比如像印尼，虽然伊的疫情落来，伊一工至少嘛是有上千个个案嘛，吼，所以甲台湾是无共，所以这就是咱家己要去思考。毋过高端既然若找着其他的战场，嘛是会使啦，吼，但是问题就是讲伊上好会当甲这第3期临床试验。毋过我感觉这件代志愈来愈困难，因为其他国家咧竞争。印度有印度家己的疫苗，是啊，大家拢在做家己的疫苗，包括你俄国，当然李署长讲的，当然俄国其实过去相对遐尼无好，因为伊第3期的临床试验，其实伊无做真正的迄个实验，伊是互伊警，家己想要拍就去拍，这就是俄国虽然伊定个真好的杂志，但是也无代表讲果然伊咧用的落尾总啊无好嘛，所以这个愈来愈困难，因为大家国家拢想要做疫苗啊，是，所以高端伫这个所在，伊将来会愈来愈困境，伫其他国家的竞争嘛，所以我毋是期望讲，要紧至少甲第2期，甲这个2剂打完的这个抗体浓度、综合浓度，甲显现出来，对，伊就当做桥接，桥接去看讲，这桥接安尼有效，人会慢慢相信，无法度讲所有的国家啦，但是所有的国家，但是慢慢有一寡国家增加之后，我想伫 WHO 欧盟面对这疫情，伊往来考虑啦。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高端嘛注这个100多万吨啊吼，伊有一寡这个数字吼，这是咱看到这个不良事件这个部分。啊，你若是真好的这个数字，亲像讲中和抗体，你做完2下吼，也是有的时阵，咱有遮尔大的这个铺已经产生吼，你还好好甲这个追踪的这个资料提出来，唔知有咧做啊无做啦吼，相信应该是有哈。应该是有啦。是吼，所以咱感谢所有来宾吼，嘛希望讲咱这期社吼会当行出去国外啦吼。感谢来宾，嘛感谢所有观众朋友，咱感谢，多谢，拜拜。